自2024年8月30日，每日圣安宫读经。阿萨的牛王，圣经咱做来听读，历代志下卷16章第1节到14节。阿萨做王第36年，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修建拉玛城，要阻挡人伫犹大王阿萨遐出入。阿萨就对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摕金银，送互徛起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王便哈达，对伊讲：咱来结盟，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结盟。当我将金银送你，请你废除你甲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互伊对犹大撤退。便哈达同意阿萨王的话，就派伊的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攻破以弗、但、阿别别、马加甲拿弗他利所有囤积的城。巴沙听到这个消息，就停工无搁修建拉玛。对安尼，阿萨王带犹大人民将巴沙用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搬去重建加巴甲米苏巴。迄时，先见哈尼那来见犹大王阿萨，对伊讲：因为你倚靠叙利亚王，无倚靠上主你的上帝，所以叙利亚王的军兵会脱离你的手头。古实人甲利比亚人的军队竟毋是真强大，因的战车甲马兵竟毋是真多。毋过因为你倚靠上主，伊就将因交伫你的手。上主的目睭在巡视全地，所有专心归向伊的，伊会赏赐因快乐。伫甲叙利亚结盟这个代志，你做了真戆，因为安尼，你以后不时维护战争。阿萨听了非常受气，就将先见关伫家呢。上时，阿萨嘛虐待一寡人民。阿萨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列王史。阿萨王第39年，伊的骹着病，症头真严重。破病的时，伊无求上主，简单找医生。阿萨做王41年就死，安葬伫大卫城，伊为家己拍好的墓。人将伊下伫床房，床房顶放真侪照特别的方法调和的逐种香料，人过去真大的火纪念伊。阿萨的牛王，阿萨的一生通讲去了丁仆，对代志的处理态度，前后判若两人。阿萨性命的转折，是对以色列王巴沙伫拉玛起堡垒设防，准备大规模侵略犹大开始。早前伫面对古实100万大军的时，阿萨首先做的代志是求叫上主的帮赞。伫听到先知的预言了后，伊也随时实行宗教改革，带领人民归向上主。昨日阿萨面对以色列进逼，却转向寻求叙利亚王的帮忙，甚至用圣殿和王宫的金银做礼物送互盟友。阿萨的行动引来先见哈拿尼的提醒，上主的目睭在巡视全地，所有专心归向伊的，伊会赏赐因快乐。伫甲叙利亚革命这个代志，你做了真戆，因为安尼，你以后不时维护战争。
以前阿萨听到先知阿萨利亚的提醒，随时用行动正面回应。但毋听先见和那年的话，要家己关起来，甚至虐待人民。最后阿萨的晚年以严重的骹病开骹告终，成做伊人生最后的写照。早年阿萨选择找求上主，创使敌军大举压境，也会靠主得胜。晚年阿萨选择行家己的路，以收买明军的方式，防止以色列的侵略。外交手段看起来若像是聪明，毋过对上帝的眼光来看，却愚妄有春。因为阿萨的选择将会甲兄弟之邦结仇，搁试大叙利亚的胃口，对犹大通讲是后患无穷。拄亲像先见哈拿尼所预言，犹大将会遭遇战乱不断。有一位兄弟，因为夫妻袂当和睦，就寻求牧师的帮赞。夫妻冲突的最大因素，就是伊经常听信朋友的煽动，致使夫妻关系愈恶化。经过几遍的辅导，兄弟察觉家己的问题，决定无搁再甲遐个朋友往来，搁试着甲太太好好沟通。为着互夫妻关系变搁较好，伊也决定参加洗礼前的造就班，受洗加入教会。一切若像拢往好的方向伫前进，无想到伫一遍夫妻口角中间，伊搁倒转去找求朋友的安慰，导致因夫妻爆发搁较激烈的冲突。教会长执第一个时间有介入处理，避免双方冲突扩大。无拍算太太无法度接受先生的对待，放火将先生的工厂烧掉。即笔火毋但烧掉工厂，也毁掉家庭。对安尼，这位兄弟也无搁再踏入教会。有时阵，错误的判断只是一个手。毋过，造成的遗憾却是一世人。就亲像阿萨，原本专心找求上帝，后来却家己掠做聪明，无搁再信靠上帝，最后以遗憾告终。伫每一个世代，上帝拢在找求愿意用悔改甲敬畏来回应伊的人，愿咱拢会当谨慎找求伊。要互憾事有机会发生。默想，伫每遍遭遇困难的时阵，我愿意相信、信靠上帝，互伊成做上坚强的盟友无？伫每遍遭遇困难的时阵，我愿意选择信靠上帝，互伊成做上坚强的盟友无？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互我无靠家己的小聪明行事，伫每一件代志的顶面，独独认定你是我的气力甲帮赞，帮助我时刻找求你，搁伫生活中聆听你的声音，互我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